今日希望大家平安。今日是2024年12月30號。今日的經文是詩篇147篇12節到20節，歷代志下第2章第7節到13節，馬可福音13章32節到37節。今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題是準備。聖經中間概念，迄個準備，並毋是講你有準備，就會當佇遐用用跳骹練水手，親像台語一句俗語話所講的，食凊飯咧等你安尼吼。佇聖經的概念其實是佫較積極的，反倒當有迄種警醒啦、隨時備戰的這個意思。因為聖經在形容主閣來。是親像賊共款你毋知影伊啥物時陣會到，伊嘛袂甲你通知嘛無預告因為人在備班必須愛是專備的啦就是佫較謹慎，佫較需要警醒的這個做法。當上帝甲大衛王講你毋是迄個要為着我起造聖殿的人，是你的囝。大衛並無因為安尼就放棄，伊顛倒轉佫較積極為着起造聖殿做準備。今仔日舊約的經文歷代志下第2章第7節到13節，就提到着大衛王伊安怎來備班，並且邀請其他的國家嘛參與佇備班建造聖殿的這個材料、金錢，真正是為着建造聖殿做了真萬全的準備啦聖經的記載。但請你派一個真厚用金銀銅鐵做紫色甲朱紅色藍色絲的工藝，閣真厚雕刻的師傅來我遮，通甲我的老爸大衛所準備佇猶大甲耶路撒冷遐的熬的師傅做伙做工。閣請你對黎巴嫩雲碧香樹、松樹這大樹來會查來我遮，我知你的工人熬錯黎巴嫩的樹，我會派人去協助你的工人。為了我準備佫較濟的木材，因為我要起造聖殿真大閣真水東方。你會工人錯樹，我會互因小麥2000公噸，大麥2000公噸，酒40萬公升，油470萬公升。太王希蘭甲所羅門回批講，因為上主聽伊的子民，所以立你做因的王。希蘭閣講，創造天地的上帝，以色列的上帝應該受稱讚。伊賞賜大衛王一個有智慧的囝，互伊有見識聰明，通為着上主起聖殿，閣為着家己起宮殿。但我要派一個敖閣聰明的人，伊是我的師傅互咱看見，因為大衛有萬全的準備所羅門也學習安尼，就來開始準備，為着要起聖殿，然後所羅門王會當隨時就開始起造聖殿的工作。耶穌基督每一屆提到着伊家己的時陣，伊的日子，伊總是有一個標準答案，就是天使毋知，人子嘛毋知，只有爸知。佫較簡單來講，死到你就知啦。馬可福音13章32節到37節，就是安尼講着。關係迄一日、迄個時，無人知，天頂的天使毋知，囝嘛毋知，只有爸知。着謹慎，着警醒，因為恁毋知迄個時刻什麼時陣會到。親像有一個人出外，將權交予僕人，
分配工作互逐个人，搁吩咐守卫小心固守，所以着警醒，才免伫即家的主人忽然间倒转来看到恁伫困，因为恁毋知伊什么时阵会转来，是黄昏还是半暝，是天要光还是日出的时。我要甲恁讲的话嘛，要对正人讲，着警醒。诗篇147篇12节到20节，耶路撒冷啊，着称赞上主；锡安啊，着上赞你的上帝，因为伊坚固的城门的门窗，束缚互城内的人。伊互你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互你食饱。伊地发出命令，伊的话真紧就传播。伊落雪亲像羊毛，落霜亲像火狐，伊落袍亲像幼鸟，伊透冷风，啥人挡会牢？伊一个命令，正下就拢扬起，伊起风，水就流。伊用伊的话指示雅各，将伊的命令甲规例指示以色列。伊毋捌安尼款待别国，伊的规例因毋捌。哈利路亚，称赞上主。主啊，阮感谢你小事救恩，佮护定阮诚做你的仆人。求主帮助阮学习精神警醒，随时准备，迎接你过来的日子。无叫阮因为疏忽放松，无够警醒，失去见主的机会。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